苍月，那位神秘的丧葬店主真的又出现了。千真万確。唉，看来我的时日不多了。帝都王家又步步紧逼，若是店主能给我葬送，那么我们陈家就会借势扶摇，延续不灭啊！王家可是帝都豪门，就一个丧葬店主，真有这种本事？要我说啊，不如趁早投靠王家。住口！店主岂是你能质疑的？不就一个破店主，至于吗？哎，今天呐，你身为境内之王，又怎能知道？天佑3000年前，店主送葬清帝，延400年国祚。2000年前又葬玄帝，600年国泰。1000年的现身一次，若错过这桩机会，我陈家必将灭亡。父亲您放心，我这就放消息出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店主。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又是一场千年大魔，吉时已到，往生铺开门迎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了？你们公司用了劣质的安全绳索，导致我父亲坠楼身亡。我要见你们领导，我要见你们领导！好，姐，我知道了。不就一个破店主，凭什么能跟王家抗衡？陈总，王家那边来消息了，说全力支持您成为陈家的家主。好，告訴他們，我要是當上家主，必定奉上陳家一半產業。明白。我要見你們領導，我要見你們領導！那是怎麼回事啊？前2天咱不是挪用了一筆工程款給王家，因為這個項目上用的都是劣質安全繩，現在死人了，這就是那死者的女兒。做得乾淨點兒，這事絕對不能被爆出來，否則咱們都得不清算。明白。你們幾個跟我來。我要見你們的領導。你父親的賠償金已經給了，怎麼又來這兒鬧？這只是我父親的月薪，不是賠償金。求求你們了，我需要這筆錢給我父親下葬。你別給臉不要臉啊！明明是你父親自己不小心摔下來的。不是我父親摔下來的，是你們用了劣質的安全繩。我這有視頻，我有視頻。哎、我看看。真有視頻。你怎麼刪了？你怎麼住手！你幹什麼？放開我！把手機還給我！把手機還給我！哎呀！放開我！把手機還給我！把手機還給我！把手機摔沒有用，我家裡還有視頻備份。
你不要逼我！臭丫头，敢用视频备份，看你是活腻了！外边有人盯着呢，别在这儿动手。为了公司形象，今天饶你了，但这事儿那还没完。走。说，这是哪儿啊？怎么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既然来了，进来吧。老板，这是什么地方呀？往生铺，自然是送死人的地方。我死了？你没死，但是你父亲死了。你怎么知道我父親死了？胳膊上扎着孝布，我念你一片孝心，可以為你父親送葬。謝謝你啊，老板。我爹剛剛去世，確實需要辦葬禮。按照規矩，你需要先抽籤。辦葬禮還要抽籤，好奇怪的規矩啊！我這兒有上中下3籤，分別對應帝王、公侯、將相。抽中何籤，我便以何等規格為你父親包辦葬禮。開始吧。看看吧。這是中籤。小姑娘，你運勢不錯，明日正午，你父親將會風光大葬。謝謝你，老闆。老闆，你人真好。先別急着謝我，殯葬服務費結一下。服務費要多少錢？只要這種大型葬禮肯定很貴，我的錢不多了，實在不行，只能出去借了。200塊。什麼？200塊？什麼？200元？沒錯，就是200塊。老闆，你好虧啊！辦一場葬禮要花很多錢的。等等，老闆，我知道了，你是想學網上那一套200元操辦神秘葬禮？什麼？放心吧，老闆，我懂。你要拍視頻嗎？我一定好好配合。看在你是我這次入室第1位顧客，我送你一句話。老闆，您說。這上中下3籤，不僅對應各種規格的葬禮，更且關聯天地氣運。在我為你父親入葬的那一刻，你的命也會隨時更改。改命？我會好好為你父親安葬的。去吧。這到底是夢還是現實？爹，女兒來給你盡孝。
大小姐，店主出现了。父亲，我刚刚收到消息，已经找到那位店主了。不惜一切代价将他请来，否则我任家必将你的亡。父亲放心，我这就亲自去拜访。人生易老，天难老啊！长生还真是寂寞啊。师傅，纣王伏誅，该開榜封神了。徒兒啊，這天上的神位，你要哪一座呢？徒兒不想成神。哦，那你想要什麼？既然命由天定，神由天授，為什麼徒兒不能成為天道？好，有志氣，哈哈哈哈！但是可惜呀，這天下人皆都順天而為，相信命由天定。那徒兒就逆天改命。哈哈哈哈哈哈！有你這句話，為師可以放心的走了。這竹筒中有18根輪迴籤，每隔1000年，你可入世，以藏術為18人改命，如此反復萬年，便可窺探大道。徒兒，謝過師父。林明月，阳壽60，天命注定一生贫賤，受盡屈辱。我偏偏要讓你逆天改命。这丫头真可怜，娘走的早，这么多年都是老林一手拉扯大。就是，这老林也是命苦，这都该享福了。你看人美了，爹，是女儿不孝。等葬礼结束以后，我就带你入祠堂。想入宗祠，做梦！就凭你们闯下的祸事，我不用族规打死你，已经算是开恩了。你还想让你这个窩囊爹进祠堂？我呸！我和我爹向来都老實，從來沒有惹過任何禍事。誰說沒有？村长指的禍事，自然是你試圖干擾我集團在你們林家村實行的拆遷計劃，讓大家過不上好日子。是你？你怎麼會在這兒？怎麼？我身為陳總欽點的拆遷負責人，不應該在這裡嗎？也就是他們口中說的那個陳景年。住口！誰讓你這麼和陳總說話的？老周，沒錯，我就是陳景年。你去我公司鬧，不就是想要錢嗎？只要你把備份文件給我，這張卡裡有100萬。
这人穷啊，就是没有见光。葬礼已经办完了，我不需要钱，所以我现在只想给我爹讨回一个公道。大小姐，就是这里。陈家第12代子孙陈苍月拜见店主。您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店主吗？何事？不瞒店主，我父亲已时日无多，为陈家基业，也为大夏安稳。我陈家愿献上全部家财，只求店主能为我父亲送葬。我这店里有3个规矩：一、阳寿未尽者不葬；二、作奸犯科者不葬；三、阴德有损者不葬。不知我陈家犯了哪条忌讳？你陈家阴德有损，背后做了不少损人的坏事。什么？不可能！我陈家世代以儒经商，仁义待人，每年都会耗资100亿去做慈善。100件善事抵不过1件错事。若是真有错事，定是我陈家出了重惩。吉时将至，别影响我送葬，请吧。店主，怎么突然下雨了？大小姐，我这里有菜。拜见店主。我为人送葬，天公竟然降雨，大胆！雨停了。店主果然名不虚传。老板，按照您的吩咐，林家村林东的3件陪葬品已经准备好了。不错。林家村，那不是陈姐年要拆迁的地方吗？难道？店主，这场葬礼能否让我前去观礼？这林家村和我陈氏集团又有关系。那是你的自由。出发送葬。公道？你确定要跟我陈景言讨个公道？我确定。行，那我陈几年就给一个公道。老周，我在呢。由于林明月恶意阻挠，这林家村不拆了。别，不能不拆呀！我万万不能不拆呀！明月，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他们道个歉，这事儿就当过去了。是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用劣质的安全绳，导致我爹坠楼身亡。我凭什么要道歉？放屁！你爹坠楼是他不小心，关人家去他什么事儿？
就是，我们集团还補了當月的工資，你不敢問也就算了，現在還在這一直鬧下去。現在好了，你們整個村的財路都斷了。哎，真的，真的，公司的女孩還有懂事，別着急，我教你呢。林明月，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不知道珍惜的話，你就別怪我心狠手辣。為父討債，我有什麼錯？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宣布，林東這一脈被逐出祠堂。被逐出祠堂。走开！我宣布，从今天開始起，林東一脈從此與我林家村再無半點瓜葛。我爹一輩子都生活在這個村子裡，誰家有事他都第一個站出來幫忙，為什麼要這麼對他？要怪就怪你蠢，惹了不該惹的人，還妄想討回公道。周總，陳導，您看這口氣我替您出的怎麼樣？是不是蠢？不是，陈總，我要的是備份文件，備份文件，沒有文件，林家村就給我賴在這兒。我明白了。各位村民，為了今後的財路，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找到陳總要的視頻文件。想拆靈堂，除非從我的身體上打過去。月月，你不能怪我們啊，我們也是窮怕了。就是啊，月月，你快把那文件交出來，好幾百萬呢，我們大家都發財了，都發財。拆，都給我拆！住手！是女兒不孝，是女兒不孝。林明月，這就是你活該，還不交出來是吧？去，把他爹林東的靈位給我砸了！拿過來，放着他！不要砸我爹的靈位，不要！今天我就砸給你看。好。住手！我看誰敢動林先生的靈位。
行礼。恭送林先生。还有30分钟，就是午时。陈景言，他怎么在这里？难道他就是陈家的助手？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这架势，像是来给林东送葬的。他们开着车，我听说过，好像是只有那大人物才能乘坐。陈总，难道这林东真的是？怎么可能？那林东要是配什么的地位，又怎么会去工地里工？你是你们老板请来的演员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葬礼还能继续吗？午时一到，准时抬棺入殡。兄弟，你们这干群演的一天多少钱呀？你说什么？群演？大哥，难道你们不是群演？难道你们真是来给林东这个农民工送葬的吗？我陈家竟然有这种不仗人势的畜生！你要是再对林先生出言不逊，小心我折断你的四肢。折断我四肢？你得了吧！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啊？说吧，林明月给了你们多少钱？我可以出2倍。所以你觉得这是一场金钱交易？难道不是吗？林东要真这么有地位，他女儿林明月会因为那么一点点的赔偿金去我们公司闹吗？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居然敢骂我！林先生生前虽然不富，但是在此刻，他是整个云城最尊貴的人。整個雲城最尊貴的人，你當我是傻呀？哦，我知道了，你們在拍視頻，就是現在網上最流行的200元神秘葬禮。車裡拍視頻的人出來談談吧。我跟陳總說了，只要你們現在滾蛋，就可以支付你們100萬。跟我玩真是吧？以你的身份和地位，還沒有資格靠近那輛車。我沒身份，他是誰你知道嗎？陳總陳景年，陳氏集團的少公子。陳景年，沒聽說過。車裡拍視頻那個，陳氏集團可是大廈第一財團，聽我一句勸，趕緊回去吧。拍個視頻，沒必要把自己的後半生給搭進去啊！這個敗家子，居然打着陳家的名號欺壓百姓！也不瞞你，剛才陳總特意吩咐過，今天誰攔着我們辦事，就打斷誰的腿。真是給陳家丟人！行了。一群烏合之眾，現在當務之急是趕緊找到那份文件，還不交出來是吧？把他爹的靈位給我砸了！這是那份文件。什麼？備份視頻？終於找到了，太好了！快拿給我！哎，給。這種東西還是得隨身攜帶。把 U 盤給我，把酒杯拿過來。不給是吧？好。禁止在葬禮中對死者不敬。備份文件
给我拿回来！李明月，咱们好说好商量，只要你把备份文件交给我，我们付你100万。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分3倍，啊不，10倍，怎么样？我说了，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个公道。你想要什么公道？我要你和你身后的陈总，在我爹临前道歉，并且发布公告，向大家说明真相。向我道歉没问题呀，让我跪下磕头都行。让陈总道歉，以你的身份，不配。那就是没得商量。葬礼结束后，我会将你们所有人都告上法庭。你做得很好，看来林家村不需要我们陈氏的拆迁款了。需要，我们村这几百口的人都指望着拆迁款吃饭呢，拿不到银盘，一辈子别想拆。干什么？愣着干什么？拿不过来 U 盘，你们都别拜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明月，你断了我们的财路，那就别怪我们对不住了。我看你们谁敢动！扶手。老板，吉时已经到。明白。刚才你们一直拿身份和地位压着这位姑娘，明知錯了，卻因為所謂的尊卑，連句道歉都不願意說。那好，現在我就讓你知道一下什麼是真正的尊卑。50億到，給林先生送禮。一赠大夏龍旗。大夏龍旗，听說只有大人物死了才可蓋。我在電視上看到過。這怎麼可能？這大夏龍旗怎麼可能贈給一個窩囊廢？陳總，難道咱們真踢到鐵板了？你是豬嗎你？100年來能得大夏龍旗者不過10人，而這10人哪個不是鼎鼎大名？他們居然敢拿大夏的臉面在作秀！不得不說，這龍旗做的確實挺精緻的。但你們想想，如果死者生前地位不夠，被賜予龍旗，可是要被治罪的。在大夏境內，有誰敢說林先生的身份地位不夠？本以為你們還有點腦子，沒想到竟然如此蠢笨。照片我已經發給帝都王家了，這龍旗是真是假，很快就會有定奪。帝都王家，陳景年竟然和他們有所勾結。如果是假的呢？本少的鞋底有些污濁呀，還需要你們排隊來給本少鞋底舔乾淨嘍。那如果是真的呢？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陳氏位列大夏10大家族前3，如果是真的，我身為陳氏大少爺又怎會不知？如果是真的，你就給林先生跪下謝罪。讓我謝罪啊？你知不知道，在這普天之下，受得陳總一跪的人，只有陳家的老泰山。怎麼不敢？有什麼不敢的？怕就怕呀！這林家受不起我這一跪，再落得個子嗣斷絕、相互衰敗。哎呦，這麼快就消息了？喂，王少，我方才已經調查過了，最近10年內
没有任何一面大夏龙旗被允許使用。好嘞，好嘞，謝謝皇上，謝謝皇上。帝都王家乃大夏最强豪门，如果龙旗被允許使用，他们肯定知道。而现如今，他们并不知此事，那就说明你们以及这龙旗都是假的。然后呢？既然这龙旗是假的，那就没留着的必要了。你确定撕毁龙旗者可是死罪？一个假的龙旗，吓唬誰呢？现在你赶紧跟手里鞋底舔干净了。等你们舔完了鞋底，按大夏律法，你们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过了。下半辈子要在牢里度过的，应该是你们。笑话！假送龙旗还敢怎样？依我看，到时候不如我跟王上申请一下，治个死罪。哎呦，王上，要有何吩咐呀？我方才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有一面龙旗被调走使用，其前往的位置就是你所在的云城。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本来你只需要给林先生跪下謝罪就好了，但现在嘛，怕是要把牢给坐穿了。居然真的是龙旗！别忘了给林先生跪下謝罪。赠品继續。二僧，帝都頂級豪宅一套。豪宅？什麼？帝都頂級豪宅？這個時候陳家可為萬生基業才能買來的宅子啊！竟然是真的？難道林東真的是什麼大人物嗎？就算不是什麼大人物，能有一套帝都的頂級豪宅，也是咱們村幾代人都達不到的高度啊！要是按你這麼說呢，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林東的牌位單獨給供起來呀？村長，你忘了，你剛才已經把林家給逐出村子了。哎呀，我怎麼這麼糊塗啊！日後林家子孫可世襲此豪宅。大夏龍旗也就算了，帝都豪宅都……哎呀，陳總啊，怎麼辦呢？咱們這次真的惹到不該惹的人了。誰能想到啊，一個臭農民工竟然有這樣的身份和地位！呀，就是啊，這林東放着好好的大人物不當，非要當什麼農民工體驗生活。哎呀，這下可把他們給害慘了呀！不知道那最後一個盒子裡裝的是什麼？大夏龍旗、帝都豪宅，二者得其一已經是光宗耀祖，不敢想還有比這更尊貴的存在。這是我不是在做夢吧？這不可能！看來還真是我眼拙了。三赠八寶如意。八寶如意乃是大夏國寶，100年前已經流失海外，怎麼可能出現在這裡？這些人到底是什麼身份？難道是八寶如意上接地氣，下承民意。林家得知子孫後代可封侯拜相，入皇子宮卿。什麼封侯拜相？那是什麼意思啊？
，Hello，你怎么了？我想起来，当年从军打仗的时候，被敌人追杀到云城，是一不幸的嫩奴救了。Hello，您的意思是？快到云城，找到林家后了，做了进来。明白，白老。这就是店主的实力。说是哪怕得到他半点恩惠，我们也可以站穩脚跟，避免倾覆于大潮之下。老板，礼已经做完了。鸣炮！哎呀，我到底给一个什么样的人赶出了我们村呢？我真是糊涂啊！这就是店主的实力，怪不得父亲让我亲自来拜访。看来我陈家的阴德是被这些人祸害。这礼炮乃是大夏最顶级的葬礼规格，能享其这皆为大富大貴。这种咱们怎麼辦呢？什么怎麼辦？得罪了惹不起的人物，你怕是要坐牢了呀！我舍不得你。得罪大人物的是你吗？可是那大夏龙旗，大夏龙旗，哎呦，周经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心腹啊！你说说你怎么能撕毁大夏龙旗，毁我大夏脸面啊你！啊，这坐牢去吧！不是你，你是真畜生！谢谢老板，等我官司打赢了，所有的赔偿金我都给您。要是还是不够，我这辈子都给您当牛做马。不必，你我之间已经两清了。啊？林姑娘，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不过我们老板心善，如果你真有什么避不开的危险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往生。谢谢。老板，陈家的事情怎么解决？陈家的事儿让陈家自己解决。什么意思？你是指陈苍月？没错，陈家虽然有祸害，但根还是没有坏的。若是能悔改知錯，我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那要是他們知錯不改呢？那就自生自滅吧。陳幾年，願賭服輸，現在給林家跪下認罪。想讓我跪下，你就不怕這林家氣運斷絕？你現在要是不跪，那才是真的斷了陳家的氣。我如果沒猜錯的話，車裡坐的那位就是你們往生鋪的店主吧？這不是你該操心的。車裡面那位，出來聊聊吧。我雖然不知道林家給了你什麼條件，但我陳幾年都可以10倍奉上，只要你為我陳家舉辦一場葬禮。你覺得你配嗎？我是不配，但如果再加上王家呢？帝都頂級豪門的王家凌駕於10大家族之上。無論是你們陳家，還是帝都的王家，在我們眼裡只不過是漫長歲月的一朵浪花而已。行，那我今天都要看看你們這破店主到底長什麼樣。臭家伙！要麼你今天出來，要麼我就砸了你這破車。陳幾年，你夠了！姐，你怎麼來了？把東西放下，若是敢傷到店主，我絕不輕饒。姐，不就是一個破店主嗎？你怕什麼？我讓你把東西放下。我看你啊，就是太迷信了。今天我就讓你看看，這破店主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走。这怎么回事？我的手！我的手！救命啊！全部与凡人计较，今日废一条手臂。我的手！我的手！姐，你快抱抱我！快放放我呀！活该！这就是你勾结王家的报应！给我跪下！我让你跪下！跪反了，朝林先生的灵位跪。姐，我再不济也是陈家的儿子，你怎么能让我对一个外人去跪拜你呀？今天是林先生的葬礼，你不尊重也就算了，竟然还亵渎灵位，这一跪是你欠人家。凭什么？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再说了，我已经付出一只手作为代价了。再敢多废话一句，就给我滚出陈家！姐，我是你亲弟弟，亲弟弟啊！你让我滚出陈家，况且他不就是一个穷丫头吗？你口中的穷丫头，在这场葬礼之后将会逆天改命，日后就算不超过陈家，也绝对不会差。什么？这场葬礼居然连人的命都能改？这就是你愚蠢的地方。若是葬礼不能福泽子孙，那些王侯将相为何死後要風光大葬？更何況，這3件陪葬品可都是氣運之物，尋常人若是得了1件便可飛黃騰達，更何況這是3件。這店主竟然有這樣的本事！不然你以為父親為何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找到店主？姐，我錯了。林姑娘，能否給我看一眼文件裡的內容？我保證一定還你個公道。周經理，拿電腦過來。哎。姐，现场的安全措施没有做到位。姐，你怎么要刀啊？一派胡言！這明顯是現場的安全繩有質量問題。然而能出現這種問題，分明是有人偷工減料。姐，我也是一時豬油忘了洗。說，偷工減料貪來的錢在哪兒？全部都送給了帝都王家王少。怪不得店主說我陳家陰德有損，原來都敗在了你這個廢物手裡。姐，咱們陳家是爭不過王家的，我這麼做也是為了給陳家的未來鋪路啊！夠了！你當我陳倉月是傻子嗎？這一樁樁一件件，哪件不是在敗壞我陳家的名聲？太讓我失望了。失望？姐，你難道不會是要……沒錯，我以陳氏掌門人的身份宣布，即日起，陳謹年不再是陳家子弟，日後不得踏入陳氏半步。姐，不要啊！姐，不要啊！姐，來人，把他交給相關部門處理。大小姐，需要證據隨時找我，這些人你可一個都不能放過呀！千萬一個都不能放過！姐，不要啊！不要啊！林姑娘，等葬禮結束之後，我會以陳氏的名義對外公開發表道歉，
也会对相關人員進行賠償處理。那就謝謝陈小姐了。是我該謝謝你才对。若不是你堅持追求真相，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更不會獲得被店主原諒的機會。那個店主是什麼很厲害的人物嗎？你說呢？我爹從小就教育我要知恩圖報，欠了店主這麼大一個人情，那就只能以身相許。店主，敢問陳家的阴德是否補全回來了？明日入店抽签。我们走。太好了，爹，我们陈氏终于有救了。这不是店主的人。请問這裡是林東林先生家嗎？林東是我父親。他人在哪兒？你們來晚了，他已經去世了。去世了？既然這樣，連小姐，您跟我走一趟吧。你們是？當年您爺爺救了我們老爺一命，如今我們老爺生命垂危，立下遺囑，要將所有家產贈與連家後人。什麼？這就是店主口中的逆天改命。連小姐，跟我走吧。事後我會將連先生的靈位送入墓園。去吧，這是店主贈予你的機緣。我们太蠢了，这托付了全家的好事啊！就是这多少沾一点，我们村可就飞黄腾达了呀！你们忘了，咱们还有拆迁款呢。拆迁款？你们想得美！我以陈氏集团掌门人的身份宣布，林家村的拆迁計劃取消。什麼？是的。人死入葬，改天逆命，又是一次新的感悟。怎么，身为至高无上的天道，你也会有感到害怕、恐惧的时候吗？别紧啊，等我这次人事结束，我会上天亲自去找你。这有你问话如此的微弱。这里什麼時候開了一家鋪子？永生鋪，好奇怪的名字，應該是做喪葬服務的吧？正好我現在也時日無多了，要不要提前預定好葬禮？可是一定很貴的。琪琪，琪琪！哎呀，你怎麼來這種地方啊？琪琪，你怎麼跑出來了？趕緊回去打針吶！我就是想出來透透氣。你這傻孩子，你是要氣死我呀！你現在身子骨這麼虛弱，萬一在外面出事兒可咋辦呢？啊，
哎，青青，你看，爸爸接到钱了啊！快拿着，赶紧跟我们回去治病啊！听话。治不好的。说什么傻话呢？治不好也得治。爸爸还有一股子力气，我能挣钱啊！听话，回家，回家。走。店主，这份文件还请您过目。这是什么？这是陈氏的财产转让书。等店主为我父亲成功入葬以后，我们陈氏的全部财产都将转移到店主名下，我个人一分不留。你们倒是心狠，就不怕最后血本无归啊？我不怕，只要店主能成功为我父亲入葬，别说是财产，你要任何东西，我都能答应。算了吧，我对你们这些世俗之物不感興趣。等我葬了你父親之後，把這些錢財全部捐給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行了，隨我入店吧。你們陳家拿着簽子就能找到我，肯定也知道我的規矩吧？自然是知道的。但醜話我說在前面，輪迴籤抽出那一刻便無法更改，你們陳家很有可能抽中下籤。下籤是何等規模的葬禮？下籤為富貴葬禮，以世俗金銀為主，對普通人來說的確風光無限，但對於你們陳家來說，確實委屈了些。店主，我心意已決，無論抽中何籤，蒼月都無半句怨言。都說萬般皆是命，但是命本就有人無，心懷大義，命才不會虧待於你。受教了。那就結一下喪葬服務費吧，錢財2千，日後才不會留下陰影。多少錢？200。之前還以為是開玩笑，沒想到真的是200塊。錢財於我而言不過是糞土，200塊足夠了卻你我之間的義務。那就開始吧。老闆，您沒騙人吧？我剛剛在門外聽說辦葬禮只需要200塊。一諾千金，自然不假。那我也要預約一場葬禮。你家中有人要去世？不，是我要死了。心懷善念，笑語為先。你可以出錢。謝謝老闆。那就開始吧。讓我看看你們抽的什麼籤。讓我看看你們抽的什麼籤。下籤。我這怎麼是上籤？我這籤筒中一共18根籤，上籤不過3根，沒想到你居然能抽中。我原以為林姑娘的命已經算好的了。老闆，我不太明白這上籤是什麼意思呀？上籤代表我以帝王的規格給你舉辦葬禮，並且你的子孫也將獲得龍運，日後有望執掌大業。帝王規格，老闆，我能和這位姐姐交換嗎？為何？其實我們求個平安就行，太貴重的東西反而不敢接受。匹夫無罪，百人齊罪。開店5000年，還沒有這樣的規矩。但是，我可以破例一次，給你們2人額外準備驚喜。什麼驚喜？以後你就知道了。謝謝老闆，謝謝老闆。我不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是人間的帝王，你們貴國沒有任何意義。雖然老闆不是神仙，但我覺得你比神仙還要厲害。
么？我父親快不行了！我父親快不行了！好，我知道了，我現在就回去。店主，我得先走了。你們家老爺子撐不過今日，明天我會給你們陳家送上一份大禮。多謝店主。我不能出來太長時間，多謝老闆幫忙。等我死了，我會在地府祈福您長命百歲的。你就不好奇我給你準備的是什麼驚喜嗎？好奇，但是不想問，怕自己不捨得死。螻蟻尚且貪生，更何況是人，怕死是人之常情，不丟人。我不是怕丟人，我是不想讓父母再多花1分錢了。為了給我治病，他們賣掉了老家的房子，還在外面借了上百萬，每天只吃1頓飯，卻讓我住最好的醫院，用最好的藥。所以你想讓他們趁早解脫？沒錯，只有我死了，他們才會過上好日子。對了，老闆，我如果自殺了，您還會為我操辦葬禮嗎？你不用自殺，因為你沒幾天可活了。等我給陳家辦完葬禮，你的陽壽也差不多該盡了。我終於可以解脫了嗎？是啊，你終於可以解脫了。爸，你放心，陳氏在我的帶領下一定節節高升。哎呦，這是我撿回來了吧？陳紀年，陳紀年，你已經被逐出了陳家，關進了監獄，怎麼會出現在這裡？什麼監獄不監獄的，隨便找個人頂罪就行了。頂罪？你犯的可是刑事責任。刑事控訴，媽已經主動撤銷了。紀年可是你的親弟弟，那家裡的事情啊，咱們還是關起門來自行解決。不必，我陳家不需要這種又蠢又壞的人。給你10秒鐘，馬上給我滾出去，否則就別怪我不客氣。陳蒼月，你別給臉不要臉，叫你生氣，真把自己當神物了是吧？給我放尊重些，我現在不是你姐，我是陳氏的掌門人。掌門人，媽。這是你父親新立的遺囑，上面明確寫了，繼承陳氏的人是紀年。什麼？是的，你沒看錯，我才是陳家最新的繼承人，而你什麼都不是。你一定有貓膩，敗壞家規門風，暗中勾結王家的人，怎麼可能會成為陳氏掌門人？我的好姐姐，你在說什麼呢？敗壞家規門風，暗中勾連王家的人，一直都是你嗎？你說什麼？你呀你陳蒼月串通周經理在項目上大肆斂財，賄賂王家，甚至還威逼林明月。多虧你弟弟我及時發現，並且制止了你。好一個顛倒黑白！你是把父親當蠢貨，你覺得他會相信？要是正常情況下，不行。但是，如果我是那個找來神秘店主，並且為陳家求來頂級葬禮的人，你說什麼？葬禮是你求來的？沒錯，能延續陳家千年契約的頂級葬禮是我。跪在店主人前苦苦求來的，而你陳蒼月，你非但沒有幫忙，甚至還涉嫌頂撞店主。你放屁！這些事情明明是我做的。那又怎樣？現在大家信的人是我呀！你也不動腦子，好好想想。我是陳家唯一的兒子，你說媽會相信誰呢？蒼月呀，你也別怪媽不狠心。那紀年不管怎麼說，他是個男孩，靠得住。你一個女人，媽指望不上啊！你們這是在葬送陳家的基業！拉倒吧你，還敗壞基業！昨日在林家葬禮上一幕，我可都看着了。只要店主能為我陳家完成送葬，我陳家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紀年說的沒錯，
更何況他在各方面的能力都远超于你。我觉得在锦年的带动下呀，我们陈家会借这场东风更上一层楼的。真是无可救药。我现在就去找父亲，把这一切都说清楚。滚开！我以陈氏大小姐的身份命令你们，给我滚开！不好意思，我只听命于陈家的家主。我劝你啊，别费力气了。就算你现在上去已经晚了，那老东西已经进入弥留期了。你这个不孝子！我孝敬那老不死的干嘛呀？有这时间跟精力呀，我不如多孝敬我媽。好，苍月呀，那锦年可比你懂事多了啊。好，这个是你选的，你千万别后悔。我最后悔的事情啊，就是把你生下来。要不是你这个贱人，那老陈肯定会有更多时间陪我的。原来你一直都在恨我。没错，恨不得你去死！不孝女，你还敢动手！不好了，不好了！老爷断气了！爹！老爷断气了！爹！放開！陈锦年！让他上去吧。死的終於偃氣了，我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這一天了。這丫頭就是個禍害，留着她肯定會多三不全，必須想個辦法把她逐出陳家。不，這丫頭在陳家還有一定影響力，不如把她嫁出去。嫁出去倒是個好辦法，但也要她願意呀。哎，這你就放心吧。等到生米煮成熟飯啊，她不願意也得願意，除非她連貞潔名聲都不要了。哎呀，還是我們錦年辦法多呀。行了吧，我上去看看那老不死的。這明天呀，還要在葬禮上演出戲呢。哎，你說那個店主真有這種本事？他要是沒這本事啊，那老東西也不會為了我更改遺囑。好，行了吧，我上去看一眼，去吧。爹，女兒不孝，連你臨終前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爸，老不死的終於偃氣了。從今天起，我就是陳氏唯一的掌門人。連你個畜生！誰允許你對掌門人這麼說話的？張嘴！我呸！掌門人，你也配？陳錦衣，你找死！爽啊，真爽！我早就想這麼談。我告訴你，你以前做過的那些事，一定會遭到報應。那我就等着你的報應。下面讓我們有請陳家長子陳氏集團的掌門人陳錦年先生發表葬禮悼詞，有請。這陳錦年不會以為店主和你一樣愚蠢吧？待會兒我倒要看看你們跪地求饒的樣子會有多狼狽。諸位，我父親的死着實讓人很痛心啊，但我們不應止步於此。陳家在我的帶領下，一定會走向下一個新的輝煌。陳總，既然你要帶領我們大家走向新的輝煌，那就說說你的計劃吧。我的計劃暫時保密，不過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場驚喜。
驚喜？那你说说看是什麼樣的驚喜呀？不知各位可曾聽說過，那是存在於歷史當中的往生鋪？我是聽說過這個傳說，據說往生鋪每隔1000年便會重現人間，專門為大人物送葬。凡是經由他親手送葬的人，其子孫後代皆都飛黃騰達。但是我聽說這往生鋪神龍見首不見尾啊，就算是现身世間，一般人也是接觸不到的。好端端的，陈总提這個幹嘛呀？因為今天我為大家準備的驚喜，正是來自於往生鋪那場葬禮。因為今天我為大家準備的驚喜，正是來自於往生鋪那場葬禮。只要這位神秘店主能為我父親完成送葬，那我陳家就會在當前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甚至有望執掌大業。而諸位都是我陳家的座上賓，我陳家更進一步，那諸位的身份也定會跟着水漲船高。陳總，你說這些話準保嗎？不會拿我们這些老家伙尋開心吧？這天下誰不知道，往生鋪神秘莫測，很有天大的機緣，連見的資格都沒有。諸位放心，我陳景年身為陳家的掌門人，說出去的話自然不會有假。諸位有所不知啊，為了求那位神秘店主啊，我在他門前跪了整整3天3夜呀！不愧是陳總啊，為了我們這幫老家伙，那真是煞費苦心吶。陳總，您放心，凡是我們這些家族存在一天，便會以陳氏為馬首，以陳總為核心。只要陳總您一句話，我們萬死不辭。我覺得，這陳家掌門除了陳總，我覺得沒有任何人能有資格做呀。哎，諸位，我可不敢貪功啊。其實我心裡一直都覺得，我姐姐陳桑月比我更適合這個位子。大小姐雖然有些手段，但是跟陳總相比，那還是差了一些呀。沒錯，如此大的機緣，啊，只有陳總給我們帶來了。日後陳家在我的帶領下，一定會飛黃騰達。這些挑理小者牆頭草，待會兒我倒要看看你們怎麼哭。好了好了，諸位，今日是我父親的葬禮，我也就不在這兒喧賓奪主了，大家繼續。那位神秘店主什麼時候過來送葬啊？我怎麼知道？一直都是陈桑月聯繫的他。不會不來了吧？應該不會。他就算不顧及陳家，也會顧及那老不死的。一生一次的葬禮，就這麼被攪黃了，他比誰都愧疚。好，那謝你的。爸，你等下找時間，讓他把這裡面的藥喝下去。我還沒有來得及問，這是什麼藥啊？這自然是春藥。什麼？我一個當媽的，你讓我給自己女兒下春藥？那有什麼的？啊，日後我定会好好孝敬你的。好，去吧，爸，帶他去茶室。哎，感謝陳總又給了我一次機會，這次我絕對不會搞砸。行了，陳總您放心，手拍不行。我吩咐你的事，還記得嗎？記得，拿下陳总人。去吧。苍月，媽找你有事兒，你在茶室等我。苍月呀，媽來給你道個歉。昨天的事情呢，是媽對不起你，你可一定不要記恨媽呀。你還不值得讓我恨。哎呀，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呀？咱們畢竟是母女嘛。來，喝杯酒，就當是緬懷你父親了。若不是為了祭奠我父親，我這輩子都不會跟你。
好了，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晚点走，别在这儿。怎么突然头这么疼？好热呀！大小姐，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需不需要帮忙啊？啊，好热！这里的空調是不是沒開呀？那大小姐，你這麼熱，想不想找個男人給你泄泄火呀？這麼強烈！沈湛，你怎麼在這兒？我怎麼不能在這兒？我要是不在，誰給大小姐你泄火呀？出去！好一個大美女！今兒我可就不客氣了。陳總，外面來了一夥送葬的人。陳總，外面來了一夥送葬的人。這才剛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了。看來我陳家日後必定會飛黃騰達。不愧是陳總啊，還真沒有騙我們大家。其他的幾人看這陳家的崛起已經勢不可當了，還愣着幹什麼？趕緊把門打開，迎接店主為我父親送葬啊！是。不愧是往生门的人，这氣勢不同凡響啊！我家能有這樣的敵人，就是讓我早死20年，我心甘情願了。快，這些人可得罪不得。大美人，再等等，等這邊事弄完了，我就來和你共度春宵。此處可是陳家陳泰山的葬禮？沒錯，正是我父親的葬禮。你是上次那位？對，就是我。自從我父親去世後，就把陳家交給了我。現在我就是陳家最新的掌門人。不用跟我解釋，我只是來完成我的工作的。既然這裡是陳家陳泰山的葬禮，那麼行禮，為陳先生送葬。不愧是傳說中的往生鋪啊！陳老，死而無憾吶！陳先生，一路走好。接下來，是不是該為我陳家送禮了？按照規矩，這是該給你們陳家送陪葬品。那日在林家葬禮上，念林明月可是我整整3件大禮呢。我陳家比林家高了多少個檔次？這大禮怎麼着也10件8件吧？哎呀，不知何等大禮呀，讓陳總如此激動。哎，諸位，你們可有所不知啊，那林家只是個普通家庭，卻能懂一面龍旗，一戶帝都頂級豪宅以及一件珍品8寶如意呀！什麼珍品8寶如意？這個是堪國寶的存在啊，能奠定家族福氣。哎呀，傳說中的往生鋪果然是深不可測呀！不知道這次給陳家會送什麼大禮呀？是啊，陳家現在的勢力，哪怕有一隻匹配的大禮，都足以讓他們下沉。不會真的知道大宴吧？這位先生，是今天為我陳家準備了什麼大禮呢？諸位等的可有些迫不及待了。別急，大禮已經到了。這怎麼才5件啊？我陳家可是大夏頂級世家。怎麼不要了？送我陳家的禮，豈有拒絕之說？哎，算了，5件就5件，只要這每一件的價值不低於8寶如意就好了。第一件贈1根金條。什麼？1根金條？這堂堂的往生鋪竟然送出如此寒碜的這什麼禮物？這是？是啊，1根金條。雖然咱們的實力不如陳家，可誰也不差這1根金條啊！就是。難道陳總騙我們的？
是不是搞錯了？我父親可是陳家的前任掌門人，区区一根金条，實在有些侮辱我陳家呀！往生铺有往生铺的規矩，送什麼陪葬品都是按規矩來的。規矩？哦，对，我想起来了，当日情景啊，也是这般，在林家葬礼上，那礼品是一件一件的拿上来，一件一件揭晓，一件比一件的价值高啊！诸位，说完我扫啊，想必这一根金条啊，只是主菜以前的前菜。我相信，以往生铺的实力，肯定不会唬我陈家的。就是啊，这陈总和往生铺都是咱们惹不起的大人物啊，这犯不着糊弄咱们呐。如此一来，倒是让我更加期待这接下来的大礼会是什么呢？我相信今年接下来定然会是好东西。没错，按照规矩，这第一件大礼是金条，第二件就是宝贝了。你说对吧？继续送礼。是。第二件赠2根金条。不是说好的保护吗？这2根金条什么意思啊？2根金条，这陈家这回可不丢人丢大了，还说什么职场大业，简直丢死人了！这怎么给咱林家的陪葬品？又是大厦龙旗，又是鼎都豪宅，到我陈家居然2根金条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陈家？拿我们的陈家葬礼去开心？我说了，一切都是按规矩来的。我只是往生铺的员工，没有权利逾越老板定下的规矩。好，我倒要看看你口中的规矩有多大。下一件赠礼，第3件赠礼，3根金条。3根金条啊，这就是陈家更进一步的机缘啊！陈总，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到现在把我们骗得团团转不说，还让我们白白的期待了这么久。我倒要看看你为我陈家到底准备了什么。好，我还就不信了。怎么全都是金条啊？你是不是故意和我陈家作对？为什么全都是金条，没有一件真正的宝贝？一切都是按照规矩来的。规矩上说，给你们陈家的陪葬品，就是这15根足以让普通人享福一辈子的金条。放屁！哪来的狗屁规矩？那林东只是个农民工，死后却获得了整整3件大礼，而我大夏顶级世家的陈家，为何只有这些破金条？你不知道？知道什么？我们往生铺内有一个规矩，无论任何人，只要进了铺子，不论高低贵贱，都依照抽签抽出来的结果来举办送葬规格。您家那姑娘运气好，抽了个中签，而你们抽了一个下签。下签？没错，下签。富贵葬可保凡人百年荣华富貴，這每根金條都是老字號，價值千萬。我陳家乃大夏第一世家，手握萬億資產，每天流水都不止1億，區千萬。你這不是打我陳家的臉嗎？規矩就擺在這裡，就連古代帝王都要遵守。你陳家沒資格跟條子，更何況這籤是你陳家自己抽的。放屁！這籤不是我抽的，是陳藏月。什麼？大小姐抽的？剛才陳先生不是說這機緣是他歸來的嗎？不是騙我們的吧？沒錯，是我跪着求來的機緣。但抽籤這件事是陳藏月做的。不行，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忍，必須甩給陳藏月。不信的話，大家可以問我姐。把我姐帶上來。好嘞。大小姐的狀態有點不太對勁兒啊！這跟咱們印象當中的大小姐一點都不一樣啊！大小姐不勝酒力，方才在底下因為陳總繼位，心中歡喜，就多喝了幾杯。你是誰呀？我呀，我是大小姐的貼身保鏢，專門保護大小姐。什麼保鏢？你
大小姐意识不清晰，有什么问题我会代为回答的。行了，你说，致使我陈家抽中夏姐的，是不是大小姐？啊，没错，就是大小姐。我当时就在大小姐身边，亲眼看到她抽到了夏钱，葬送了陈家的100年基业。各位可都听到了？你是大小姐的保镖，你不能代表大小姐的意思。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呀？没关系，这儿还有一位见证人。你说，按照你的规矩，当时抽签的人是谁？我们店主有规矩，不能说谎。确实是陈苍月。果然是大小姐啊！真的没想到，这陈家的100年基业全部都毁于大小姐的一意孤行之中。是啊，这钱哪怕不抽，都比现在要好得多呀！区区10几根金条，陈家的脸就光了。是。那照这样看，老陈总把位置传给小陈总，这没错啊。这要是传给了大小姐，这陈家这估计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今年按照咱们陈家的规矩，像这种败坏家风气运的人，该怎么惩罚？当然是逐出我陈家。但是我陈锦年不是那种无情的人，所以我决定把大小姐嫁给周经理。以后还要靠大家多多帮扶啊！我相信陈家在陈总的带领之下，一定能更上一层楼。你们店主呢？让他来见我。你是什么身份？也配让我们老板来见你？我现在是陈氏掌门人，手握10000亿资产，比肩王侯将相。你说我够不够格？连古的帝王都要对我们老板礼仪，区区一个世家掌门人，连兵权都没有，也敢在这里叫嚣？你怎么想动手啊？算了，我不跟你办见识，我要见我老板。就这么着急见我？老板，怎么？我听说有人对我们的葬礼不满意。是这样，有些人啊，觉得咱们的礼薄了。我往生铺开店5000年，还未曾被人嫌弃过礼薄。你陈家給了我鋪子200元，我們卻返還1000萬，你還不滿意呀？小心吃多了撐破肚皮呀！價值1000萬，對於普通人來說確實很多，但對於我陳家而言，不過是9牛1毛。你身為老闆，既然接了這葬禮，就得考慮我陳家的身份。身份？你也配在我面前提身份二字？你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你們這群世家一個個高高在上，標榜自己的身份有多尊貴，但在我眼中，人不分高低貴賤。誰規定你們生來高貴？誰又規定普通人注定屈辱？我偏偏要讓你知道何謂平等。既然如此，那我陳家拒絕贈禮。什麼？你拒絕贈禮？往生不開了5000年，還沒有人……你確定你要拒絕？我確定。葬禮勾連天命，如果你要拒絕，將會獲得氣運反噬。跟你們抽籤的人是陳蒼月，現在他已經被我趕出陳家，要反噬是吧？啊，那就反噬他去吧。被人下藥了。店主，你怎么？对不起，店主，我不是故意的。无妨，好好休息。其實我還給你們陳家備了一份大禮。既然你們將陳蒼月逐出陳家，看來這份大禮你也是不想要。不會又是破金條吧？誰愛要誰要去，反正我陳家不要，搞得我陳家好像很窮似的。這可是你說的，你可千萬別後悔。我最後悔的就是讓你操辦我父親的葬禮。沒錯，我們絕不後悔。還想再讓我們丟一次人呢？啊呸！陳小姐，你已經被逐出陳家，按照陳家人的意願，將最後一份贈禮單獨送給你，你可願意？我答應。好，
約定既成，我就為你們破一次例。把東西帶上來。這是什麼？我好像见过这个大鼎，传闻禹王收天下9金，铸天下9鼎。传闻此鼎可以镇家一族的气运，保證子孫延年，千年不絕呀！看來還是有識貨的人。這就是9鼎之一，我為陳家送的一份大。這怎麼可能啊！不是你有這好東西，你怎麼早點拿出來？這份大禮已經遠遠超出這次葬禮的規格，這是我看在陳氏多年為民付出的份上做的一份天堂。原來就是給我陳家的呀，那多不好意思，我就不客氣了。慢着，又怎麼了？這不就是給我陳家的嗎？此物在此之前確實是給你們陳家的，但是你剛才已經將此物轉贈給了陳小姐，現在此物已經是陳小姐的了。我那不是開玩笑的嗎？陳倉月是我親姐，我怎麼可能把我親姐趕出家門啊？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說過的話可不能反悔。陳小姐，此物以後便是你的了。什麼？你要把這鼎給陳倉月？他不過一件女流之輩，這鼎不在他那兒，那就是浪費啊！這鼎放在我陳家。陳小姐，你意見如何？我拒絕。什麼？你拒絕？姐，你就忍心看咱們陳家百年基業就此衰敗嗎？陳景年，你未免也蠢到家了。你以為我陳倉月會因為一句陳家基業就斷送了我的人生嗎？你可是我陳家的女孩啊！在你給我下藥，奪走陳氏集團掌門人，並且還想讓我嫁給周經理的時候，我就不再是陳家人。姐，剛才的事我可以道歉啊。你就算不為我陳家，你得為咱父親考慮啊！咱父親這一輩子心血都放在陳家了呀。倉月呀，你弟弟小，口無遮攔，你別跟他一般見識，咱們可都是一家人吶。剛才還着急把我推出去，現在知道我還有利用價值，就反悔了。你們母子倆的臉變得可真快。我們這還不是替你父親考慮嗎？你也不忍心讓你父親的這個基業毀於一旦。誰說我要將陳家的基業毀於一旦？什麼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將會帶走我在陳氏所擁有的一切，建立一支新的陳氏，並且將這尊大鼎作為鎮族之物，重振我陳氏的威名。什麼？你要建立一支新的陳氏？你也不問問下面的人，看他們支持誰？大家都是聰明人，想必各位都知道這尊大鼎意味着。既然如此，那諸位咱們做個選擇吧，是選擇跟陳倉月一起吃苦建立新的陳氏，還是選擇跟我一起享受榮華富貴？我覺得雖然陳家敗了，但是受死的駱駝比馬大，怎麼着也比陳倉月新建的家族強吧？這道理是這麼個道理，可是陳倉月手握大鼎，這可是上古之物，據說能夠給家族帶來滔天的氣運加持。氣這東西摸不着看不見的，是真是假誰知道？沒錯，所以說啊，我覺得還是選擇陳總是最合適的。諸位，選擇好了嗎？選好了。我們已經做出決定了，選擇跟着陳總嘛。好，識時務者為俊傑，選擇支持我的站在左邊，選擇支持陳倉月的站在右邊。
看着了吧？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人心所向啊！我只看到了愚不可及。哎，大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们不是你陈家有滔天资源和人脉，我们只想过上好日子。就是，谁給的錢多，我們就跟着誰啊！你們不會真覺得陳幾年能給你們帶來財富？陳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很簡單，我離開陳氏以後，將會帶走我所有的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市值份額在陳氏集團高達90%。啊？那我們最後不就成了空殼了嗎？不是，這不一點油水都沒了呀！空殼，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們陳總了。這是陳總旗下陳氏集團的財務報表，上面顯示陳氏集團虧損萬億，並且陳總還暗中答應了王家，等他成為家主以後，會獻上1萬萬。那這也就是說，陳氏集團的虧損要落在你們身上，並且你們還要再拿出1半的財產獻給王家。大小姐，你沒騙我們吧？這話是真的嗎？是真是假，你們自己定奪。是真的。陳氏虧損萬億，要為王家獻上1半家財。陳總，你這不是把我們往火坑裡推嗎？我們怎麼會償還得起呀？姓陳的，你為什麼不早點說？虧我們還這麼信任你。我怎麼知道陳桑月出了個下線？只要能按照林家的規格操辦完葬禮，別說萬億，就算是100萬也拿得出來。而且我不就送了王家1半家財嗎？只要是正常，大家能分得更多。呀，你把我們害慘了呀！大小姐，我們現在後悔了，行不行啊？是啊，大小姐，我們現在跟着你，你看行嗎？你們這群吃裡扒外的東西，我不就欠了幾萬億，又送了王家1半家財嗎？你們幾個湊一湊，這賬不就平了嗎？你聽聽，讓我們湊湊。你以為我們真傻呀？你大小姐，請原諒我們剛才對您的冒犯。只要讓我們加入新陳氏，我願意奉上1半的家財。我也願意，我願意給王家1半的財產都給你。你們做了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多虧了大小姐，要不咱們都被這陳幾年坑慘了。我們也要投了大小姐。大小姐，回来！你们好的很，我就不相信没有我们代理，你们还能賺到錢？你的代理，這恐怕由不得你。你這些年貪污受賄、做假賬的事兒，還沒找你算賬。啊？你還貪污？你這個混蛋！陳家交在你手中，必敗無疑。大姐，我建議啊，把他抓到檢局去。我覺得沒有問題。來人！你們幹什麼？你們可是我陳家的保鏢！給我放開！陳幾年，你就別整了。你這些年做的事天怒人怨，你以為大家還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嗎？媽，你救救我媽！我不想死啊！哎呀，蒼月呀，咱們可都是一家人的，你就放過你弟弟吧。現在知道情況，之前幹嘛去？告訴你，晚了，陳幾年坐牢，你也逃不了。什麼？我也跑不了？蒼月，你可別瞎扒呀！你以為這麼多年你背後做的那些事兒沒人發現嗎？陳幾年犯法，這背後少不了你的支持。你們兩個一起去吃個飯。我告訴你，王少馬上就到了，只要我上不到，這些跟我作對的人都要付出代價。王少爺。
王少真的来了，是不是？这怎么办呢？王少来了，你们等什么？你们都要付出代价！给我放开！王少，王少，请问您是？我叫苏璇。苏璇，你是往生部店主？哎呦，我操！你干嘛的呀？看，我王家仙子都是苏先生送葬，你想让我浑水拱东县？苏先生，对不住，隔日我王家老祖登门道歉。撤！王少，王少！姐，我不是你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机关算尽就是神的合作。陈小姐，你来处理。多谢店主。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大人，实在对不起啊，今天多有得罪，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啊，要不是大小姐给机会，我们今天差点被陈金莲给害了。这个混蛋！行了，别拍马屁，把他们两个送去警局吧。好的，大姐，你放心。走。店主，今日之恩，苍月无以为报。苍月知道店主不喜金钱，如果您不嫌弃，苍月愿为奴为婢。你我之间已经两清了，好好安排你父亲下葬吧。多谢店主。葬禮祭酬，我也该走了。哎，店主请留步。苍月还有一事不解，如果店主方便的话，能否请您解惑？何事不解？按照您口中所说的天命，我原本的命应该是什么？你呀，半生富貴，半生飄零，大起大落，最後泯然眾人。我明白了，多謝店主。好一場夢。这是能称王的气运真龙。哎，老板，我要是记得没錯的話，下一場葬禮是上籤的第一個葬禮。沒錯，18根籤子，上籤就3根，那女孩能抽到，運氣還真夠好的。我覺得不是運氣，哦，那是人們的善良與純真。經過我這段時間的觀察，我發現這個時代的人正在丟失人性當中的真善美，每日為了追逐錢財，勾心鬥角，無形之中早就把陰德給敗光了。這樣的人，別說收中好籤，就連見到鋪子的資格都沒有。是啊，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反倒是有些人把道德底線都敗光了，還真是夠奇怪的。就算再黑暗的夜幕，也依舊會有星辰之影。哎，老闆，你去哪兒啊？我去送那個女孩最後一程。可是咱們的大禮還沒準備好呢。沒事兒，這一次的帝王葬，我準備一個人去。啊？爹呀，这女兒又要手術了，咱手裡的錢還是不夠啊。沒事的啊，錢沒了我可以去借。現在誰還願意借給咱呢？這些年前前後後都借了上百萬了。放心吧，啊，我一個人能打3份工呢，這錢呀，慢慢的也就還上了。畢竟啊，給咱孩子看病要緊。爹，娘，女兒對不起你們。我求求你們了，晴晴的情況你們也都看到了，我求求你們再借筆錢給我吧，求求你們了。我們也想啊，可我們實在是沒錢了呀，求求你們了，求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想想办法吧。谢谢，谢谢，谢谢。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怎么走了？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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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呀！啊！快叫大夫！大夫！怎么样，医生？起来吧。姐姐，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青青，你命才这么苦啊！偏偏托生在我们这么穷的家里，都怪爹娘没本事。爹娘要有本事，你才会受这麼多的苦啊！早知道，娘就對你再好點兒。娘給你買了你最愛吃的水果，一起來吃一個啊！大娘啊，你現在說這些還有啥用啊？人都沒了。大爹呀，咱家還有多少錢啊？沒多少了。我想着在城裡買塊墓地，青青跟咱在村裡受了一輩子的苦，要是能在城裡買塊墓地，也許下輩子投胎還能做個城裡人。哎，大娘，咱家一分錢都沒了。爹爹啊，是爹娘對不起你啊！先在這兒等着。誰呀？你們怎麼來了？這是青青葬禮，我們當叔的過來看看，不應該嗎？來幹什麼？這不，青青也不在了，我們老兩口啊又欠外面那麼多錢，我們啊瞅了一棟好買賣給你們。什麼買賣？外面有人啊想在咱村裡蓋別墅，看上了你們家這塊地，給整這個數，整8萬塊錢。這房子是我爺爺留給我的，想讓我賣，不可能。大哥，這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塊恪守祖訓呢？你家這窮的連飯都還吃不上，這外面更是欠了一屁股外債。就是遠的不說，光這青青這葬禮錢，你們老兩口都拿不出來吧？這可是整8萬塊錢呢。老三啊，你擱外頭一年也掙不了這麼多錢，掙不了啊！大哥，有了這筆錢，你們不僅能給青青下葬，還給解了這燃眉之急呀！他爹，這話說的有道理啊！哎呀，你懂什麼呀？啊，這房子咱要是賣的話，至少能賣20萬。現在他們想8萬都買走，這明顯是殺成人之危啊！大哥，你怕不是忘了，你還欠我們家錢。當初你借了我們家1萬，現在這利滾利，你得給我10萬。沒錯，
当初也欠我们家1万块，也得给我们使。我欠你们的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了好几万了，你们还不知足啊？知足？什么叫知足？大家都是村里面的普通老百姓，那看见了钱，肯定是想捞上一。甭说那么多没用的，你们俩要么给钱，要么把房子给我们，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想让我卖房子，除非我死了。哥，咱们硬气干什么啊？人大嫂都绝后了，现在要是不把房子给我们，等你死了，这房子不一定落谁手里了。就是，我可是你亲弟弟，这房子理应就应该有我一份。刚才说了，想让我卖房子，除非我死了。好，这是你说的啊，进来吧。按照咱们商量好的，房子卖了，押500块钱。好，打！别打！别打我呀！别打我呀！别打！不能打！不能打我呀！别打我！打你妹呀！别打！别打呀！别打！停！儿子，醒醒！你们不卖房子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走。这人还没死呢，就急着砸人家灵位。你是谁呀？我叫苏璇，往生部的老板，专门负责为人送葬。这灵位上的小姑娘之前联系过我，并向我预约了一场葬礼。没听青青说过呀？嘘，他爹，你别说话。那个这儿没你啥事儿，你回去吧。你是？我是唐青青的叔叔，他家亲戚。哦，那你说的话没用。什么？你没看见我们这就打架的吗？识相的赶紧给我滚蛋！我要是不滚呢？不走是吧？不走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打他！这是唐青青的葬礼，你们确定要当着她的面打我？当着她的面打你怎么了？他人都死了，还能从牌位里蹦出来？誰說他不能從牌位裡蹦出來？沒聽見啊？他說這是人話，已經死了還能從牌位裡蹦出來？你以為你是神仙呀？我算不上什麼神仙，但我確實能讓唐青青復活。我呸！你要是真有這個本事，還在這裡說什麼大話？直接讓他活過來！我告訴你，就算讓他活過來，我也能給他拍了。今天把房子我要定了。好，那就繼續睜大你的眼睛，看清楚。這是哪兒啊？我不是已經死了嗎？青青，鬧鬼了！什麼鬼？我嗎？救命啊！鬧鬼啊！快跑啊！張寶啊，晚了。哎，你們不是不怕鬼嗎？大哥，我們就是警察，可這都詐屍了。我錯了，就饒了我一次。大哥，剛才那都是霧，我們再也不敢了。重獲新生的感覺怎麼樣？很舒服，有點癢，而且我的病好像都好了。還記得我說過要送你一個驚喜嗎？記得。這就是我送你的驚喜，一個嶄新的身體，一場死亡的換來。多謝老闆。這是你的真善美換來的，不必謝我。這些人，你打算怎麼處理？放他們走吧，雖然他們很壞，但都是有家庭的人，沒必要為了懲罰他們而讓更多的人受苦。我尊重你的選擇。走吧，大哥，走走。
这个你收好。这是什么？此物名为和氏璧。上古神物和氏璧，有什么用啊？以后你自然会知晓。好好享受和你父母团聚的这一刻吧。谢谢。谢谢，老板，你去哪儿啊？我是往生铺的老板，这里没人死了，我自然没有继续待下去的意义了。再见。老板，不是不让你来了吗？我又不是来送葬的，我是来接我们老板回店的。你这家伙！老板，这逆死转生，天道好像有点不开心了。这一次天命在你。